今日跟咗關鍵旅遊返去惠州食足6餐，團費199，另每人每日80蚊小費。去咗廣東5大名園豐珠園、歸文化博物館，即係海天堂，素食自助餐，仲要滾得好厲害嘅霸王椰子3雞宴。入住惠州羅博維也納酒店，仲有大大盤海鮮燒肉拼盤，只係138。大家睇片之前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Gigi， 呢位揸旗嘅靚女就係我哋今次嘅導遊，佢叫小青。佢真係好有交代啊，真係對我哋團友好貼心。總之就係有多就冇少。上車之後梗係一人1嚿水啦。坐咗個半鐘頭車就到咗海天堂，第一時間就介紹佢哋啲龜龜啦，又真係幾多喎，呢度只係冰山一角。入邊啲工作人員就好快帶我哋去睇下佢哋嘅廠房。好快就嚟到今日第一餐龜苓膏，1人1盅，味道10分滿分，佢有6分啦。套票係適用於香港。呢個係純玩團，呢度都幾多嘢賣，爬物啦，不過唔知咩嚟。活絡油都有嘅，仲有其他產品啦，芝麻糊、杏仁糊、合桃糊，仲有龜板。另外有小朋友食嘅龜苓膏，哇，連梅菜都有啊！食完龜苓膏之後，轉個頭我哋又到食午餐嘅時候。今日午餐係霸王椰子3雞宴，佢一開始就攞1隻半雞俾我哋，3隻雞裏邊係分開6碟。仲有一樣嘢就係任食，就係瓜菜任食。仲有啲枝竹佢係自家製，仲有啲魚蛋啦。時間關係，啲團友個個都起快咯。咁我唔蝕底，梗係不碗湯飲咗先啦。好澎湃嘅雞煲，啲雞又幾好食，睇台面就知道啦。食完飯之後，再坐旅遊巴士，大概1個半鐘頭嚟到豐珠園，亦都係叫惠州西湖。佢位於平湖湖區西北角，3面環水，仲有佢哋係嶺南嘅建築物嘅特色。如果你想行完豐珠園，我諗需要起碼3至4個鐘頭。當然我哋係有1個小時嘅打卡啦。食完飯行下湖邊影下相，真係唔錯㗎。如果有腳不力，都可以撐下船仔都好啊。嚟咗惠東步行街，呢度有啲似東門，有海納之家、油塘色月，我嚟買睡衣嘅，都市麗人啦，一樣啦。愛優力有間麵包鋪，叫做傑來餅店。
有各式各樣嘅店鋪，賣衫啦、波鞋啦、玩具都有。大陸可以買電子煙，千祈唔好買返嚟香港啊，犯法㗎。見到間茶飲店西湖朵朵，呢間茶飲店好有特色，梗係要超一超佢先啦，真係歐洲式的浪漫啊！呢杯係龍井，唔知咩玫瑰龍井，玫瑰烏龍茶。呢杯係黃皮檸檬。臭豆腐去過長沙的人都知道，到長沙不吃長沙臭豆腐等於白來。好快到晚餐，去食素食自助餐。睇下有咩食先，有豆腐啦，苦瓜炒苦瓜，青菜、花生、炒雜菜，咦又係豆腐、蓮藕、炒白菜、炒飯、炒河粉啊等等啦。今晚都好多人，姐姐都忙住喺度加餸加餸加餸，啲餸都加得好快。呢一餐係叫維持生命餐。呢一邊就係炸物同埋甜品區。食完素食之後，大概7點半，我哋返到酒店維也納酒店。呢度就係酒店大堂，都好有維也納 feel。room tour 先，呢度廁所，一入門口就廁所。睇下啲咩先，齊晒攞口杯、清潔用品、風筒。呢度係水吧，有2支水、拖鞋。好啦，有張台書台，有2張凳。轉返埋去個廁所，嗰2張床好大，超大，2張雙人床。因為食咗維持生命餐，就去咗酒店附近揾食，10分鐘左右去到萬潤城。查理尼亞、江魚兒、醉桃溪。哇，好多嘢食喎！食咩好呢？又有喜茶，有莫魯鴨、幸運家、咩店、韓牛舍，呢度食韓式燒烤、花甲飯、酸菜魚、茶百道、湖上阿姨都係茶飲店。到最後，我哋嚟咗呢間奈良烤肉，食韓國燒烤。我問過啲店員，佢話呢隻啱女士飲嘅。另外，我喺美團買咗個套餐，喺入邊係炭火燒烤，睇下一陣間好唔好食先。個紫菜飯好好味啊！泡菜又夠辣，啱啱好。美團餐138蚊。有蝦豚五花肉啦，墨魚腸、脆肉瓜、好味嘅牛板腱。呢個韓燒就係完成我第1日嘅行程啦，記得篤一篤、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多謝大家。